獲得鑽石獎嘅義工 Lisa 周超文。過去嗰年 Lisa 喺路向裏面咩活動佢都參與同埋協助嘅，無論喺探訪以至搞活動，特別喺地區網絡，佢哋推動我哋啲會員互相認識，建立咗一個互助嘅社區。佢做咗好多工作。另外佢亦都同我哋嘅會員上山落海，離開香港，喺個過程裏面捱更抵夜，又抬又托啊！但係佢半句怨言都冇講句嘅。佢一年500個鐘頭義務工作，即係點啊？一個星期10個鐘咯。唔怪得佢老公投訴啦。佢話你喺路向做義務工作嘅時間多過喺屋企做家務工作喎。不過佢老公最後都唔好彩，俾阿 Lisa 感染咗，入嚟路向做義工。今年仲攞埋獎添。Lisa，你係得嘅。